为探讨台湾影视与串流媒体的产业趋势与发展方向，亚洲影音产业协会举办台湾影 View 会议，汇聚各界关键决策者担任演讲嘉宾。中嘉宽频副董事长赖贤武也受邀参与，并且以台湾有线电视及宽频市场之演进为题进行分享。赖贤武表示，面对有线电视市场衰退，中嘉宽频以客户为导向，优化品质与服务，不仅用户持续增加，也全方位的提升市场的竞争力。中嘉宽频在最近的4年，我们每年都有大量的资本支出投资在网络的建设，所以使我们在有线电视或宽频的这个网络品质，在过去4年有大幅的成长。第二个呢，我们也更加强我们把有线电视跟宽频的捆绑服务，所以实际上消费者在有线电视所付的成本比以前更低，可是所享受到的服务更好，同时还有宽频的服务。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客服方面，我们也加强了，我们把全省的客服做整合，因此提供给客户更好的服务。这是我们因应有线电视下滑，我们中嘉宽频所做的努力。在数位浪潮下，中嘉宽频副董事长赖贤武认为，有线电视与 OTT 业者不再只是竞争关系，而是在内容上有所互补。民众收视习惯的改变，也增进宽频服务的成长。OTT 虽然是一个浪潮，但是 OTT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说 ，OTT 其实跟有线电视是一个互补的，因为 OTT 不管是 Netflix 或者是 Disney 或者是很多的 OTT 服务，基本上它所提供的可能是电影、娱乐或各方面，但是有线电视呢，我还是有很多，譬如说新闻的电视，或者是其他有关运动的节目，这些都是目前在online 上面 OTT 的服务上面所欠缺的，所以我个人觉得是两者是在内容上面是有一些互补，不完全是一个竞争。另外一个就是，当你使用 OTT 服务的时候，你必须要有宽频上网的服务才能享用 OTT， 所以我们中嘉宽频也提供了宽频服务，所以 OTT 可以促进宽频服务的增长。另外呢，为了使我们传统的有线电视服务也能享受到 OTT 服务，我们也推上了 ATV 的机上盒，使我们的消费者在我们的机上盒上面，如果说要享受 OTT 服务的时候，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操作方式，就可以享受现在很多人所希望有的 OTT 服务。与会嘉宾立 TV 董事长钱大卫也认为，尽管有线电视面临用户数衰退与数位化冲击，但有线电视与宽频产业未来仍非常具有发展潜力。台湾的看这个 cable 的人呢，最少还是在50% 以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族群，而50% 以上呢都是付费的。消费者愿意付费的，而这个里面呢，这个基础呢非常大，你愿意付费，你就会愿意再付其他的。那在经济学里面，通常在讲有一个叫做生长曲线，第二生长曲线。那现在 cable 是有点在下降的地方，但是要赶快找到第二生长曲线。第二生长曲线现在 cable 都在做的第一个事情就是宽频。就是 cable modem， 那 cable modem 就是市占率越来越大，这是绝对对的。但是除了 cable modem 以外，在这么大的一个50%以上的这个族群里面，家户里面，怎么样推广？那当然，现在 cable 公司每一家都有开始跟 OTT 合作，所以它的双模机上盒可以看 OTT， 但是不是只有 OTT， 还有数位广告。数位广告其实是一个大的收入的来源。那客户在这里，通常我们在讲客户在这里，你就有商业模式。所以最重要的是 cable 公司呢，要找到其他的商业模式。那这些族群呢，都在自己的系统台里面。那我怎么让他来看到其他的服务、其他的 benefit， 而且不管是他愿意付钱或这个厂商愿意帮他们付钱，就是好的商业模式。针对盗版内容对于影视产业的冲击，中嘉宽频副董事长赖贤武认为，影视产业与宽频业者需携手合作，共同打击盗版，也期盼政府加强取缔。第一个就是我们有线电视的这个所有的系统台必须要同心协力取缔这些这个盗版的这个软体，但是呢，上游卫星工会啊、卫星频道工会或者是版权的业者也必须要加强这方面。另外，盗版
盗版的内容服务主要是透过宽频的方式提供的。那我们也呼吁中华电信是全台湾最大的宽频提供者，他们不应该只限于说我提供宽频服务，也应该注意到宽频服务上面有很多非法的内容在这边串流。那我们也希望中华电信加入我们一起打击这个盗版软体的盗版这个内容服务的一个现象。那另外一个就是，当然政府机关 NCC， 我们也希望司法部这些都能够协助我们加强对盗版版权的这种取缔。在与会来宾热烈讨论下，台湾 InView 会议圆满结束。期许在产业界人士相互意见交流下，台湾影视与电视产业发展能够迈向更好的未来。记者林习慧台北报道。